上帝照顾。好，我们来祷告。感谢上帝保守阮经过一礼拜平安，特别来到教会，阮要做为敬拜你。每摆敬拜，拢是阮带着欢喜的心来见着上帝你的面。特别今仔日，阮要望上帝你将你家己的阳光，特别显现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亲目睭看见主你的荣耀。一个真正看过主你的面，看到你的荣耀的人，伊的生命就不再轻浮，会充满了上帝你所赏赐阮睿智甲正确的态度。今仔日的礼拜是阮搁一摆甲你见面的事。今仔日特别，阮中间有耶稣要伫伊18岁的生日的时来献信礼，来诚做一个长大人的基督徒，爸爸妈妈甲弟弟拢来参加伊的献信礼。所以，伫你的面前，要恳求天父上帝祝福家贫孟荣耶稣瑞信。所以，恳求主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因的两个囡仔会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但伫这个洗礼顶悬有份伫上帝你所赏赐经过我信仰的开力，也当伫因的生命中间来准备，将做一个长大成熟，伫将来将做一个上帝你贵气的器躯。所以，今仔日的礼拜，嘛要欢喜，阮对宜兰倒来的建筑会议甲伊的承瑞，阮恳求天父上帝祝福阮今仔日。阮是一个团员，也是一个伫主你内底重新准备向前行的一个新的阶段。主求你，互阮的教会圣歌对所吟的诗歌，会当真正真做阮的祈祷。我们要看见，阮要看见上帝你家己真正的荣耀，迄毋是一个随便的代志。因为看见主你的人，就要充满一个自重自爱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你互这条歌会当真做一个烙印。一个光照，互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听了，不但是心欢喜感动，关过生命中间，又搁成就上帝你奇妙的作为。做今仔日嘛是圣餐的礼拜，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你，互阮甲主耶稣搁当坐道。伫阮纪念主耶稣的时，主耶稣就亲像再临共款来进入阮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学生。求天父上帝，阮今仔日的礼拜，阮无空空离开主你的圣殿。阮伫你的圣殿来领受上帝你甲阮准备极大的祝福。阮伫将今仔日所有事奉的当工，无论是私会无论是小会员，求天父上帝，阮将做捧杯的人。阮宣讲上帝你的话，阮手捧主你的杯，互人甲阮做伙坐伫耶稣基督的身边，来享受圣餐的快乐。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关系跟人相撞，是因为我们这个要爱。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当伫个圣主日伫个遮做伙来敬拜上帝。伫以弗所书第1章4到5节这么记载着：就如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挑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按着他意愿的手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神永远的计划》。远在亘古时，万有为造出，永远的神无人与他相处。他有一计划为你我定下，心头的愿望却未能表达。当我们认识神你这心暧昧，真实惊奇又再没洋溢，创世前你选我们，预定呼召我们来得儿子名分，深深的目的，深深的经营，我们有你形象，有你生命，成为你心脏，你团体大气，满足你心意，彰显你自己。不就我们要现在永远荣耀中，基督生孩子同众弟兄，同心齐赞美敬拜，唱出所有的爱，永远与你同在。远在亘古时，万有为造出，永远的神无人与他相处。他有一计划为你我定下，心头的愿望却未能表达。当我们认识神你这心暧昧，真实惊奇又再没洋溢，创世前你选我们，预定呼召我们来得儿子名分，深深的目的，深深的经营，我们有你形象，有你生命，成为你心脏，你团体大气，满足你心意，彰显你自己。不就我们要现在永远荣耀中，基督生孩子同众弟兄，同心齐赞美敬拜，唱出所有的爱，永远与你同在。感谢主，会当真做上帝今日查某囝，真正是一件足幸福、足幸福的代志。感谢主，咱应该义无挂虑来到主前，来向主祷告。咱做伙来唱这首《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荣
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求主欢喜咱伫伊面前的敬拜。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他这么记载着：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成为神迹的器皿》。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赏识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感谢主，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成为神迹的器皿。让我们再次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成为神迹的器皿》。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赏识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
寻找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感谢主，上帝恩典是无穷无尽，将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上帝。
因为效法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恼。伊伫正上帝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是来吟圣诗，圣诗第72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是咱议员听的用四道圣经做咱的使用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
就天打做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是咱读启尔文，启尔文第13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叫你往生的主你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净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那尔。伫你的目睭前行这个歹，直到你讲话时显明罪义。我当时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伫罪的中间我的我。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伫我的腹内，你要互我得到定义。求你用有色草洗我，我就是你，求你洗我，我就比洗白。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发起的罪，人欢喜。求你因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来给你换心正直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的主要大声认识无落你的言。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保佑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忧伤的人，忧伤的心，你无欢喜。这是咱过来吟圣诗，圣诗115首。我心仰望，是日宝贵，请咱坐咧吟全首。
即是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显出你的荣光，互阮看，互阮心内常常较无你，搁较亲入捌你。当阮拄着暂时的困难，求你互阮无惊吓，无失去信心，犹原相信你伫困难中带领阮。求你互阮知影，逐摆的经历拢毋是白白的。你要用这个经历来磨练我，塑造阮，互阮的信心搁较坚定。愿阮毋若渴望你的恩典，嘛搁较渴望亲近你、认捌你，伫生活中见证你的荣光。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了，咱请圣歌队。求你
遵守上帝的话，请咱掀开圣经，圣经出埃及记第33章18节。伊讲：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因为阮万年久轻轻的艰苦，是互阮成上顶上永远的大荣光。以上，正得神圣的渴望，咱请怎么说？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真要紧的祈祷，就是知影伫咱的人生选择一个重要的目标，无论是理想，无论是希望，无论是雄心壮志。咱咧学了一个人讲，伊是一个有看过世面的人。咱咧学了一个伫社会中间，伊真特别的人，咱想象讲，这个人是捌看过世面的人。今仔牧师要用圣经内底咧讲起看见上帝荣光的人，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保罗，无论是耶稣基督，一个互上帝荣光充满的生命，伊的生命不再虚空虚浮，伊的生命将举足轻重。咱的生命应该成做有举足轻重的基督徒。望上帝互咱的囡仔，因伫因的人生的中间。因会让脱胎换骨，也不再是追求这个世间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反倒当伫伊咱的囡仔将来，因会当有一个神圣的渴慕，就是伫因的人生的中间找到一项对因的生命来讲真宝贝的事。今仔日咱有一个青年亚瑟，伊满18岁，这个月要满18岁，伊甲爸爸参详。伫满18岁时，伊想要当大人，要领受洗礼，就是伫教会内底，真做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真特别，因为咱教会通常拢是伫圣诞节、伫国节，咱举行洗礼。但是这个青年，伊家己讨伫伊生日的时，伊要领受献身礼，因为伫伊细汉出世，爸爸甲妈妈。就互伊领受小日的洗礼，亚瑟甲瑞信，佮有咱今日真欢喜是这个会议建筑甲陈瑞，因对宜兰倒来教会做礼拜，咱真欢喜遮远倒来的咱的家人，咱要领受上帝圣神的感动真情，咱搁一届当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无论是用阮的目睭，无论是用阮的心灵，求天父上帝，互阮看见你家己的存在，也因为看见主你的荣光，我的一生就要选择迄个有举足轻重、有价值的活命。求天父上帝对阮讲话，不但对囡仔讲话，嘛对老人讲话。祝福阮的家庭，互阮的所有兄弟姊妹，阮伫上帝你圣神的帮助中间，阮看见阮的人生中间，毋是干那食清用，伫阮的人生中间。有比这个更加贵气、贵重的事，主开阮的目睭，开阮的心神，主互阮看见你的荣光，因为你的荣光一发出，人心中就充满敬畏。求天父上帝你，不但用你的牧者的嘴来讲道，佮用你的圣神来感动。主互今仔日进入你圣殿的，阮的亲爱的兄弟姊妹，无一个人邀过离开你。嘛无一个人空空独孤离开你的圣殿，主求你甲阮三甲地地，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会通认捌你家己的荣光。阮来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顶礼拜牧师讲一个叫做 C.S. 路斯的故事，有一本册叫做伊的一生中间，真做一个真贵重的人生。有一本册是校园出版社出的，咱中间有人做礼拜中间了后，拢会甲牧师回应。伊若有感动，伊就会问讲：牧师，这本册我伫啥物所在买会着？牧师毋是干那介绍这个人，嘛毋是干那介绍这个册。牧师要介绍，就是讲伊这个囡仔对细汉就有一个真特别敏锐的灵伫伊内底。
所以 C.S. 路易斯是一个真特别的囡仔。伊伫细汉的时阵，无论是听音乐，无论是看绘本，无论是读迄个短短的诗，这个囡仔拢会有一种真特别讲袂出来的感动。伊讲，这种的感动就亲像一个光，对迄个窗仔外口安尼，咻，迄个光照入来，忽然真光真光，伊就感觉有一种讲袂出来，足水，也是足欢喜。伊伫伊的日记典管伊称为美的意思。伫迄个瞬间，你感觉讲，哇，较有遮个水，因为伊是英国人，英国有北边有一个叫做北海小英雄，有无？丹麦遐海盗的国家，所以伫迄个北方有迄个真彪悍的这个民族，有因的故事，有因的神话，这个 C.S. 路易斯细汉就真爱看这种神话的故事，所以后来伊变做一个真够写神话的一个作者。纳尼亚这个故事就是用安尼写出来，所以这个人伫细汉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伊伫个日记，伊的自传内底甲伊号一个名，迄个自传迄本册叫做 Surprised by Joy，Surprised by Joy， 意思就是讲，伫我的人生中间，我经历到很多小确幸。伫我的人生的中间，我会当经历到真多这种的小确幸。我一生就累积遮的上帝所备办的迄种一道曙光，也是讲迄种忽然进入心中圣实的感动。伊静静听，静静想。所以这个后来，这个人叫做真贤讲道，伊嘛叫做真贤写册的一个文学家，伊影响着欧洲真大的一个作者。牧师甲伊讲过，顶礼拜讲着即句话，伊讲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常常有一种的感觉讲袂出来，就亲像一个真强的、足光的迄个荣耀照入我的内心，互我伫现实的生活中间感觉，无一项事比这项更较阳光的代志。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的题目：神圣的渴慕。当咱来抬头看上帝，上帝亲自将迄个神圣的感动，无论是互咱的目睭看到，无论是咱的心感觉，咱的生命会改变。一个囡仔若看过重要有价值的物件，这个囡仔伊就举足轻重。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要为咱祝福，通过这个讲道，盼望咱每一个人拢无生活伫空虚的中间。盼望咱拢毋是干那追求这个荣华富贵，盼望咱每一个人的人生，咱拢成做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你讲，敢有可能？牧师，我遮尔平凡，敢有可能？咱会发现，咱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朋友，真少数的人是举足轻重。因若入到一个团体，因若行入一个所在，人会站起来，人会欢喜要甲伊拍招呼。伊成做众人中间又举足轻重。人想要甲伊讲话，人嘛想要认捌伊。兄弟姊妹，咱虽然平凡，但是那上帝将伊的荣光放伫咱的内底，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内底，咱就成做会发光的人。今日咱所读两句的经文，一句是摩西，摩西伊看见上帝的荣光，所以伊较无会当搁再看见上帝的荣光，所以伫旧约只有一句话，伊讲上帝啊，互我看见你的荣光。兄弟姊妹，毋通干那停留遮，恁倒去了后，将这2节的经文的前后文，拢重新安静读过。摩西求这个是伊伫一个足关键的时间，就是到伊人生最年老，伊的兄弟姊妹要甲伊拜拜。什么叫做拜拜？就是伊的兄弟姊妹决定要经过约旦河，要入去迦南地的时，因伫遐3时，因为上帝无用阮摩西入迦南地。所以摩西甲伊同伴同款，这个老辈因上帝甲伊留伫旷野的中间，因摩西捌老人的血，所以也因为这个老人的血，所以上帝互伊留伫旧的迦南，毋是迦南地，是这个旷野的中间。上帝接伊到天顶的所在，伊讲上帝啊，求你我看见你的荣光。第2段伫今仔日的新约哥林多后书，兄弟姊妹，恁重新去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甲哥林多前书第2章，拢真重要。毋是干那牧师引用一句讲道，恁干那要背迄句话尔。恁若前后文读，咱就会去享受到前后文的重点。哥林多后书第4节，
伊咧讲起上顶上的阳光是一个永远的阳光。伊讲我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我看到一种是这个世间极其贵重无比。白话字的圣经该翻过上顶上的啦，上等的是上好的永远的阳光。为什么？因为伊捌伫毋是以马五伫迄个要去即个扫罗伫咧要去掠基督徒，一直路上上帝耶稣基督光照伊，恁会记迄个故事无？伫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的光照到伊，伊头一摆看到迄个光。人若看过上帝的阳光，人会去互一个绝大的重量笼罩。保罗因为看到耶稣的光，伊3日青眉。咱忽然足亮的那个光，有当时咱会感觉忽然间乌去，因为上光伤害到咱的视觉。保罗看见上帝阳光了后，伊写一句话：因为上帝阳光伫耶稣基督的身上，伫耶稣基督的面，所以当你若看到耶稣基督的面的时，你就看到迄个世间无通有的阳光。兄弟姊妹，咱多数的人拢无即种的特别的际遇福分，会当亲目睭看见上帝的面。自古以来，这是一个真神圣。上帝要有啥物人看到，啥物人叫我都看到。甚至上帝讲，恁袂当看见我的面，因为若看见我的面，恁就无搁再活伫即世间。迄个意思就是，有一日当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咱要上天到伫天顶荣耀的上帝。独独当咱离开世间了的时，伫上帝的施恩宝座，咱才会当看见上帝的阳光。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我虽然无迄个福气亲目睭看见，但是求你互我伫心内，亲像这个 C.S. Lewis， 伊感觉伫细汉小小的心灵的中间，上帝通真侪时阵通过这个大自然甲伊的生活的情景，每一个小确幸，拢互伊伫人生的中间，真侪一个认捌上帝荣耀的人。这是牧师为着咱的教会祈祷。咱是一间小小的教会，但是这间教会若捌看见上帝的阳光，咱就感觉咱无搁再为着假清用咧着磨，咱嘛无搁再伫咱的人生中间亲像虚空的虚空。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神圣的刻薄，就是摩西的祈祷，佮有保罗的祈祷，以及今仔日的金句耶稣的祈祷。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金句足重要。耶稣基督，伊伫最后要定十字架进前，伊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照伊家己讲互伊学生约翰听的时，耶稣安尼讲：伊讲我举目看天，我看见我的天父上帝，我甲天父上帝讲：主啊，愿你会荣光你的囝，主愿你的囝嘛荣光你的名。兄弟姊妹，我要邀请咱学习这个祈祷，咱提起双手，甲主讲：主求你将你的荣耀，用你的阳光来阳光你的囝子，互你的囝子查某囝的生命举足轻重。举目看天，恳求天父上帝，献咱家己，甲主讲：主愿你的囝阳光你。所以兄弟姊妹，上帝阳光要充满咱。咱的人生要荣耀上帝。耶稣，生日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今仔日对你来讲是第二个生日。第二个生日中间真重要，你要伫上帝面前讲：上帝，我愿意将我的一生交伫你的手中。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赏赐咱上顶上永远的荣耀。上顶上永远的荣耀。顶礼拜牧师讲这个 C.S. Lewis 的迄个荣耀的重量有人问讲牧师讲有这本册通买？有，伫校园书房还阁剩无几本你若要看，其实毋是规本册拢来讲起荣耀的重量。第一篇是伊的讲道篇，第一篇就是咧讲这个啥物叫做荣耀的重量。荣耀伫旧约叫做卡布，卡布对犹太人来讲是真。犹太人的思想，所有的话拢是活活的，毋是抽象的。因为上帝用话创造天地，
所以犹太人伊的语言，伊甲语言讲做不能儿戏，不能轻言，袂当凊彩讲的。所以犹太人的观念是真务实，所以咧讲荣耀的时候，毋是天边的彩霞，忽然光啊足水，但是等下就无去。犹太人咧讲的荣耀，毋是迄个瞬间的天边灿烂的彩霞那点。因咧讲的荣耀卡布，原文的意思就是真有重量。就亲像牧师拄则甲咱讲，愿咱诚做举足轻重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得到圣神的帮助，伫咱的一生中间，选择对的事，做对的事，选择有价值的代志，做有价值的代志。因为伫人生中间真侪人，咱的人生中间是虚度，咱拢选择迄个次要的，才做咱人生中间最重要。有真侪时阵，当我甲人分享培灵的时候，人拢会问我讲：牧师，我要安怎选择迄个最重要的？兄弟姊妹，我嘛毋知，但是我知影一项代志：若无圣神帮助，你我咱，拢无人会通做正确的选择。咱要选择做上帝的囝儿，咱要选择做上帝的查某囝，这毋是咱的选择，这是上帝伫千千万万的人中间感动咱，互咱对心来讲，我愿意。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会晓伫咱人生中间做绝对的选择、正确的选择？祈祷，上帝的圣神若甲你三角地底，你就知影安怎选择。伫咱的人生中间有几个坎站，第一就是选择你的将来要读的科系；第二就是选择你的婚姻的谈判；第三就是选择你的事业，一生所要行的造就行的道路。兄弟姊妹，伫每一个真重要、关键的道路、关键的时刻，你敢捌甲上帝参详过？兄弟姊妹，伫逐个阶段，若甲上帝参详的人有福气；逐个阶段甲上帝参详的人有福气，因为伫这个阶段，上帝要对咱讲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选择无比重要的荣耀，因为。C.S. 路易斯伊家己讲做一个真爱读册，嘛真享受迄个伫知识上、伫心灵上伫真侪思考中间，伊诚做一个有思考习惯、有思考能力的人。即个牧师要分享一句话，就是当一个人若开始失去了用脑思考，伊就诚做一个无灵魂的人。因为今仔这个时代，真侪人爱找迄个标准的答案。真少受训练，诚做一个有思考、判断能力的人。基督徒爱诚做有思考甲判断能力的人。伊才有法度即个伫黑暗的时代，讲神知的话，讲正确的话，讲真理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每一个基督徒，咱毋是戆戆啊对，咱是真正用心来对。对啥物人？毋是对庄牧师。你若做庄牧师，搁做1年半，咱就结束啊！毋是生命结束，毋是。咱来对耶稣，咱对圣神，到世间的落尾。因为耶稣讲：既然跟对我的人，我要甲伊做伙，我要陪伴伊直到世间的落尾。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不沉沦在风花雪月、吃喝玩乐。C.S. 路看到当时的英国的社会，当伊慢慢长大，伊嘛成做一个真有学问的人。伊发现伊身边的朋友，伊发现身边英国的社会内底尔虞我诈，真侪安尼风花雪月，真侪人沉沦伫迄个享用美酒，伫个人生中间无尽的肉体的欢乐。伊讲，这种敢真正是幸福嘛？伊讲，这种的人亲像囡仔。无知，因为所追求的是次要，不是最重要。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咱来思考今仔日这两句摩西所讲的祈祷，以及保罗所讲的见证。愿这两句话陪伴恁读有，最后就是伫金句。耶稣基督讲：爸啊，愿你荣耀你的家子，兄弟姊妹，下手伫你的心内，你甲上帝讲：上帝求你荣耀我。伫这个荣华富贵，伫这个世俗的世间，主你予我，因为你的阳光脱胎换骨，我的生命中间举足轻重。毋是上好的生命我无爱，
主，因为你是完全的上帝，你是上好的上帝。咱来听摩西的祈祷，摩西安怎祈祷呢？拄则牧师有讲，摩西徛伫约旦河的山头，看迦南地，伊伫迄个所在问上帝讲：主啊，求互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兄弟姊妹，恁对读整个33篇、33章，上帝讲你袂当看见我的荣耀，但是当我出现的时阵，我要用我的手，把你的目睭扎起来，要互迄个光无伤害你。但是当我行过了后，你要看到我荣耀的背影，你要看到我荣耀的形象。免得因为你看到我的光，你袂看到的时阵，我就收回你的生命。上帝爱咱看见伊的荣耀，上帝爱咱心中有一个渴望。咱甲上帝讨讲，主，互我会当伫你的帮助中间，伫我细汉就将一粒真尊贵荣耀的种子，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国的种子，放伫我的内心。互迄粒种子伫我细汉的时阵，亲像 C.S. 路易斯，伊看童话故事，伊看每一个诗，伊朗读每一个英国古老的诗，伊心中就充满迄种的 surprise of joy， 对心内有一种的迄种小确幸。上帝若互咱知，咱就知。有真侪人读真侪册，但是无一定有快乐，因为无担着智慧财物的滋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摩西祈祷真侪咱的祈祷，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亲爱兄弟姊妹，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机会看见荣光。牧师甲恁做伙要40年，咱中间有人捌甲牧师分享讲，伊安尼祈祷，伊甲上帝讲，互我看见你的荣光。上帝就真正互伊看见何等的福气。兄弟姊妹，一个真正看过上帝荣光的人，一世人无法度袂记得。一个真正看见上帝荣光的人，伊嘛毋敢假笑。我敢甲你讲，如果你若真正真捌看见上帝荣耀，你会做毋敢做清清彩彩的基督徒。你会好好保守你的身躯，你会好好保守你的情绪，你会好好管理你的情欲，你会好好管理你的思想。无清气的，就无温存伊进入你的生命的中间。因为耶稣清气伊的圣殿，耶稣无爱伊的圣殿搁再受污染。耶稣清气咱的生命，用伊的宝血甲咱洗。咱领洗的意思，就是咱捌伫这个世间有经过迄个垃圾，但是主耶稣用伊的宝血甲咱洗清气，毋是要互咱有罪恶感，是要互咱享受一个得到透放、得到洁净、得到清气，互咱享受做上帝光明的子子。兄弟姊妹，大胆甲上帝讨，愿伊将伊的荣光往咱显现，这叫做神圣的激动。当一个人看见上帝荣光的时阵，人的生命内底有一个足宝贝的礼物，叫做灵然可畏。兄弟姊妹，什么叫做灵然可畏？灵然可畏，就是讲，当一个人看见上帝的荣光，伊伫上帝的面前，伊就感觉有一种敬畏的心。这个字叫做灵然可畏。兄弟姊妹，咱每一摆进一礼拜堂，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学耶稣基督，举目望天，主，求你的荣光充满你的家子，嘛伫伊的面前甲上帝讲，主，愿我用我一生荣耀你的名。主听咱祈祷，主欢喜这种的祈祷，主帮助咱。今仔日咱咧讲起上帝荣光的时阵，保罗讲什么？伊讲我捌伫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要去大马色，就是今仔日的一个土耳其一个所在叫做大马士革。要去这个所在的路上，我起初的动机就是要去掠遐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背逆耶和华。犹太人感觉讲基督徒是一个滥杀称呼上帝的名的人，因毋对，因为耶稣是一个先知，耶稣是一个律法，但是因较会使对耶稣亲像对耶和华，因毋厌袂敬拜耶稣的事，因为这种错觉误觉。所以保罗伫大马士革路上看见耶稣的光了后，到第二楼，伊咧鼓励伊的兄弟姊妹，伊讲毋免惊，咱拄着暂时的困难，
咱拄着暂时的灾难困迫，免惊，勇敢壮大。因为上帝甲咱陪伴的是啥物？咱白话字的翻译的圣经叫做上顶上，上顶上荣耀的光。兄弟，欢手祈祷，主求你互我生命中间，我虽然未看见，但是我用双手恳求你，充满我的生命，互我的生命活伫你的光的内底。所以，亲爱的姊妹，恁都去读过恁都好书4章，你就读到每一句话。会讲我亲像一个陶器，上帝将极贵重的礼物放伫我的内底。迄个礼物是什么？迄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上帝家己的荣耀。上帝所带来的荣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保罗所讲，因为咱伫100年久100年久过，轻轻的艰苦。伊讲伫世间的遮的艰难困苦都不算什么，伊只不过是一个轻轻的艰苦。所以听们，咱何等福气！咱这代基督徒伫台湾，咱毋捌拄着亲像伫罗马帝国下面的遐犹太人，遐基督徒，因需要为着因的信仰，互人可以竞技场内底，互狮子贴撕裂，互真侪遐斗士甲因屠杀。当时，若基督徒的信仰会拄着真大的侮辱，咱何等福气，咱毋免即种的艰苦。但是伫咱人生中间的世字，咱虽然无拄着艰苦，但是咱人生中间有侪伫即个世间中间的虚假，亲像淫妇。昨个查经讲，伫箴言的内底咧讲起一个妓女淫妇。圣经中间讲，智慧的妇人人甲淫妇，其实是一个对比。智慧的妇人人，其实圣经把智慧当作妈妈，所以用女性的名词来讲智慧。伊讲正经的查某人，智慧的妈妈，伊会当互伊的囡仔到永永远远，伊会当互伊的囡仔骄傲，伊会当互囡仔得到祝福。所以，既然是青年，毋通去救迄个淫妇。淫妇伫圣经中间，伊的解释就是错误的教导，错误的道理。咱伫这个世间追求的错误的价值观念、错误的这个教导，就亲像带咱离开正经的人生。迄个查某人，求天父上帝，袂使干那骂这查甫人，嘛袂使干那骂查某人，人拢是有这种的困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主对咱讲话，互咱学耶稣基督。今仔日保罗讲上顶上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其实是咧讲耶稣。牧师拄则教咱做一个十字架的祷告，十字架的祷告。你伸开你的双手，你伫你家己的卧房，伫你的书房，还是讲你到户外去做郊游的时候，你当伫山头顶，伫树仔骹，你提开你的双手，然后你目睭闭起，你抬头看天，你伫心内讲主，我举目望天，天父上帝求你将你的阳光赏赐互你的囝子，兄弟甲主讨，主求你用你的阳光赏赐你的囝子，兄弟姊妹，你嘛伫主耶稣面前。提开双手，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要亲像你过十字架的生命。主耶稣，我必须亲像你，愿我阳光你的名。所听的姊妹，愿这个动作感动你，愿这个动作陪伴你。每一时刻，拢通安尼向主耶稣讨。也愿这个小小的动作，伫2000年来教会叫做祷告的仪式啦。这就是一个祷告的意思，咱不是干那安尼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祷告可以有仪式，祷告可以没有仪式，但是祷告一定要有心，对不对？会当有仪式，会当无仪式，但是祈祷一定要有心，无心，迄个祈祷就亲像拗拗念，拗拗念。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耶稣讲：愿你阳光你的囝。愿你阳光你的查某囝，通互你的囝，因为伊的阳光嘛伫这个世间阳光你。主的阳光若踮伫咱的内底，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拄则牧师讲，别人就以为我们是一个有举足轻重的人。兄弟姊妹，愿咱的生命不虚此行，伫咱的人生中间，伫咱的家族中间，
咱的生命就亲像主耶稣基督的光。人看到咱的时阵，人对心中有一个希望，讲伊有诶，我嘛要有。所以兄弟姊妹，有时毋是咱咧教咱的囡仔，有时反倒当是咱的囡仔，伊已经得到祝福，伊将祝福带到咱的人生。咱中间有真侪时代长辈，其实咱有真福气，因为咱有以后的囡仔。有时咱的囡仔出外，毋是干那读册尔，因出外，因听到好的真理，因倒来了就将这个真理嘛是那摕互咱。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一人得到祝福，全家得到祝福。愿天父上帝将伊家己的荣耀，荣耀伫犹太人的生命中间不是抽象的。圣经的旧约有讲到荣耀，圣经的新约嘛有讲到荣耀。犹太人讲荣耀，个希腊人嘛讲荣耀，但是两个民族对荣耀的理解无共款。犹太人是一个足奇怪的民族，因为因所经历的智慧从来不是抽象的，所以因的话是活的，因的话是真的，不是抽象的理论。所以愿天父上帝犹太人的道理伫咱的心内。希腊人因认为荣耀是天边的彩霞，伊是一个日正当中迄个足光的日头会烧。犹太人、希腊人因的想法是抽象的，因为希腊的文化物质是比较低等的，唯有形而上叫做形而上的是，因为是因犹太人、希腊人因是二元论，形而下跟形而上，形而下的是具体的，形而上的是抽象的。希腊人仅爱抽象的东西，独安呢，所以保罗才讲，我用悟性祷告，我也用什么？用感性祷告。我用具体的、具体的上帝话祈祷，我嘛用我的感情，用抽象的话来祈祷。正手甲倒手，旧约甲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手中，耶稣和旧约甲新约贯穿，讲做亘古长存的真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卡巴，这是旧约所讲的话。这个记号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记号。你若是一个洗礼过基督徒，牧师甲恁提醒，咱的生命中间已经有一个十字架的印记。最近我常常当时有时间来看迄个 AI 所即摆所做一寡遐个推荐的遐个，有讲高强的遐个武侠片。较早看武侠小说啦，即摆毋免看武侠小说，伊家己会甲你介绍，毋知他们时阵会走出来迄个吼，迄种的人物中间拢会忽然有一个印记，就发光，伊就惊死人，一从天而闪动，就真做一个足了不起的一个大侠。兄弟姊妹，唔通听迄，搁倒来讲咱家己，伫咱的身上有一个印记，伫咱的身上有一个印记，伫遮，嘛伫遮。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定心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告，主赏赐我一个真正较无看见你荣耀的祈祷。第一，今仔日牧师要讲两个，第一个祈祷就是甲上帝讨。主，互我看见你的荣耀，这是一种神圣的渴慕。对摩西到保罗，不但对摩西到保罗，后来到 C.S. 路易斯，因拢因为看见上帝阳光中间，伊才知影讲，因为人生中间有次好的，有最好的。所以耶稣讲，你还缺少一件事情，你会记得无？一个少年人来找耶稣问讲，我要安怎得到永远活？耶稣讲，还有一件事情来跟随我。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神圣的渴慕，上帝将这个心中的感动、神圣的悸动，放伫你的心内，互你因为这个祈祷，你会当仍然敬畏上帝。伫你的心内，你会感觉讲，咱已经有福气，伫主的听，甲主的阳光的中间。主求你，互我看见你，亲像摩西祈祷。主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耀。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主牧师已经有甲阮邀请，甲阮提醒。牧师嘛用摩西祈祷来鼓励阮，用摩西祈祷做阮的祈祷。愿阮伫你的面前，敬拜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身躯带有上帝荣耀，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伊讲上帝荣耀已经伫耶稣基督的面，伫耶稣基督的面，伊的光对耶稣基督发出。保罗看到耶稣基督了后，伊真正知影，耶稣就是救主，耶稣就是上帝。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用这种方式对咱讲话。上帝要出声，但是上帝用伊的光，互咱感觉。我愿意，我渴望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兄弟姊妹，每一摆若有感动的礼拜，你拢会问上帝讲 how 就是讲我要安怎做。等到有一个感动了，咱会问上帝讲：主啊，你的囝儿应该做什么？兄弟姊妹，上帝会对你讲话，你相信吗？反正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讨讲：主，我伸出我的双手，亲像保罗，我甲你讨上顶上。我要做社会上流的人物吗？不只是，不只是社会上流的人物。我的人生中间，伫这个世间，我要做上帝国、神国度的孩子。愿天要上帝将这个极大无比、上顶上永远的大阳光放予咱。这不是抽象，这是伫咱的生命中间的必然。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你若有互耶稣基督踮伫你的生命掌权，无论你到什么所在，人要伫你的身躯顶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阳光。我感觉这堂教会最重要的事工，就是鼓励兄弟姊妹成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这堂教会无一定要做足个事工，但是这堂的教会的基督徒，咱的兄弟姊妹，那人人都举足轻重，伫恁的职场，伫恁的环境内底举足轻重，为上帝发光。这堂教会就够呀，对不对？所以愿兄弟姊妹上帝帮助咱，互恁到逐所在来为上帝最好的管家，最上帝的使徒，最上帝荣耀的囝子。上帝要将迄个绝对的重量放伫恁的心内，人看到恁的时阵，就感觉讲，这个人真的是举足轻重。上帝要互咱的生命对上帝得着，徛在上帝的面前，咱的生命心生敬畏，心内就敬畏上帝，肃然起敬。信仰是安尼，信仰是安尼。一个基督徒不是干那入礼拜堂才会心生敬畏，一个基督徒若每一摆想到上帝，就肃然起敬。兄弟姊妹，将这8字2句话，心生敬畏，肃然起敬，放伫你的内心，互你的灵魂中间有这8个字。住伫你的面前，我心生敬畏，肃然起敬。我一生要过一个清气正直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是灵然可畏的上帝，咱看袂到伊，但是伊随时拢看会到咱。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讨这种的影响力。主啊，你互主耶稣基督带着天父上帝，你互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带着你家己的荣耀，带着你的面的光。其实耶稣本地就有光啊，唔免上帝予伊，因为耶稣就是上帝。从起初上帝创造天甲地，耶稣就伫迄个所在。愿天父上帝，互咱明白什么叫做极重无比、上顶上永远的荣耀。顶礼拜咱听到 C.S. 路易斯所讲迄个讲道片的题目，兄弟姊妹，恁若好奇，恁就当去买迄本册；恁若无好奇，恁若无愿意买迄本册嘛，不要紧，恁祈祷，恁甲上帝问讲：上帝求圣神教我，什么是伫我人生中间重要、有价值的荣耀？上帝对咱讲话，上帝对摩西讲话，上帝对保罗讲话，上帝对 C.S. 路易斯这个教授讲话，上帝嘛会对咱讲话。上帝没有偏爱任何一个人。当咱看到一个互咱欣赏、敬重的人的生命的故事，你甲上帝讲阿们。
迄个意思就是讲，伊有诶，我嘛要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你诶囡仔，互你诶家庭，互咱诶教会，拢真侪有影响力。这是我诶结论。今仔日个礼拜，神圣的悸动，神圣的渴望，是澳门这间教会真做一间有影响咱的教会。这是今仔日个礼拜的阿们，是咱礼拜讲道的结论。主啊，求你互阮真做一个有影响咱的人，举足轻重。兄弟姊妹，等一牧师举手祝祷的时，你甲上帝讲阿们。愿上帝将这个举足轻重的生命赐予你。咱免甲人证明讲我是考100分的学生，咱嘛免甲上帝证明讲咱是死心塌地爱伊。咱只要塞耐，甲上帝讲：上帝，你是我的上帝，我是你的儿子，安尼就够ig了。因为咱的上帝并不是爱咱考100分的上帝，咱的上帝爱咱，将生命与他连结，将咱的生命放伫主的手中。上帝手要牵咱，行奇妙的路，做奇妙的事，经历奇妙的赞叹。这就是 C.S. 路易斯伊的传记的题目的伊的名。伊所写迄个传记一生的回忆，迄本册叫做《Surprise by Joy》，就是小确幸当中的赞叹。生命竟然是一生的赞叹。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世间是空虚，人生是苦海，你捌听过无？空虚的空虚，空虚搁再空虚。第日光下面，世间无新的事，这就是人生的体验。空虚苦海，但是不是安尼，因为人若无有正确的选择，就选择到迄个空虚的空虚。但是人若正确讲，主，我选择过对你行人生的道路。上帝予稍纵即逝的东西，上帝予短100年的人生，因为上帝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一日、昨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对恁讲话，互咱的人生不再是空虚轻浮。兄弟姊妹，决志，你甲主讲，我无爱搁再做随随便便、清清彩彩的人，轻佻轻浮。兄弟姊妹，这句话真重要。咱的人生中间常常有当时有意无意中间讲到迄种真凊彩的话，主帮助咱，互咱脱离这些。而耶稣基督伫十字架上的祷告，主啊，求你荣耀你的家子，主荣耀你的教会，荣耀这间德堂教会。主的德堂教会伫台湾正教会中间，人若听到德堂，因忽然眼睛一亮，讲：我介想捌听过这个名。然后就想起讲这是一个乡村的德堂教会，因过去捌真没落，但是上帝怎样用伊的荣耀丰盛的生命改变迄群人。兄弟姊妹，你愿意为耶稣做见证吗？咱做伙来，咱做同伴，咱做属灵的亲人，主甲咱三合伫地。咱最后的祈祷讲：主愿意荣耀你的囝。主通互你的囝荣耀你。牧师要带恁做结束的祈祷之前，兄弟姊妹，你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默念这一句话，默念这一句话。你讲主，愿你荣光你的查某囝，主愿我荣耀你。咱当心来祈祷。主，阮虽然未肯定，但是你是尊贵荣耀的上帝。你已经甲阮讲，你是阮的天父，阮是你的囝子，安尼就够ig会肯定袂肯定，毋是阮讲，是上帝你无限的恩慈，你的怜悯，你的疼痛。所以今仔日同每一个你的查某囝、你的囝子，定心都要到你的面前，尽把阮的人生是宝贝的人生。主，你将你的荣耀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思意念，伫阮的肉体，伫阮的情绪，伫阮的欲望，主，阮正做一个活出真道、
荣耀你的基督徒。原来恳求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假释甲伊的圣尊名。阿门。咱来吟圣诗212首，咱来吟圣诗212首。伫吟圣诗212首到第3节结束的时阵，请亚瑟来徛伫正中央哦。咱来吟诗圣诗第4节的时阵，请你来头前，咱做伙来吟圣诗。万人既然挂最出息，就向我归了的记忆，叫地的亮着生源花，我可大地微微的团，向北兄弟几大恩惠。咱人做伊行瑞，上听替咱担当做歌，相信关联甲咱感欢，连最一体甲咱力量，所以手记下咱最上。虽然心事像花根香，花到震动满河红香，兄弟情友连连卡宾，表表定心，坚固咱心，面的心心身体活动。雄雄教育行出的路，阿门。会众请坐。咱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但这是咱的兄弟陈亚瑟。伊已经长大成人，又领过小儿洗礼。伫细汉出世的时阵，父母将因献伫上帝的手中，领受洗礼。今仔日伊要告别伊的信仰，咱伫主的教会内底，代表主耶稣来接纳伊伫上帝甲众人面前的决志。
主所听的耶稣，你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已经甲你行小儿洗礼。伫主的名甲伊的话名册顶悬有记载你的名。上帝恩典互你经过18年，到伫你家己选择18岁这个生日的，你决定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接纳你的父母所为你做小儿洗礼。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捌安尼讲：既然有人伫众人的面前承认我，伫天顶我嘛要承认伊。所以牧师伫这个所在要问你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有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是你的救主，圣神是你的保惠师，也无？较大声咧，有无？你愿意悔改信你的罪，对今仔日开始专心倚靠耶稣基督，你愿意安尼做也无？对当以后，你就倚靠上帝恩典，尽心尽力尽力尽意，最真实的基督徒，你愿意安尼做也无？咱做伙来祈祷。你的面前要为着你所听的讲是耶稣，主，伊想到伊18岁的生日的时阵，伊想到一项真重要神圣的工作，就是伊决定要伫18岁生日的时阵来公开爸爸妈妈为伊出世的时阵所做小儿的洗礼。做你的囝儿耶稣，伊用诚实的心伫你的面前，将伊家己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甲伊相隔伫地，对即时到世间的路尾，主你的灵入伊的心，主你的阳光充满伫伊的内底。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或者行过黑暗的时刻，主求你的光做伊脚前的灯，做伊路上的光。主，愿将伊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通过今仔日坚信咧，坚固耶稣的心，互伊对今仔日开始伊的心内，不过再是遐个次要的世俗的。主你充满伫伊的内心，互伊的心内充满圣神。主，这是你家己应允，因为你有应允讲，你为着你所听的人所陪伴的，是超出所求所想。你的圣神要运行伫伊的生命，对此是到永永无尽。阿门。会众请起立。耶稣，你已经领受献身礼，告别你的信仰。但我靠耶稣基督，就是教会头大人君，伊的性命，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得当教会的官兵接纳你，成做得当教会的一份子，承认会员，有份伫主耶稣基督的圣餐。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服侍伊，直到世间的路尾。阿门。会众请坐，咱来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纳耶稣。你站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嘉平，您全家都站起来，好不好？嘉平是小美哥哥，嘉平是小美哥哥，孟荣是嘉平的太太，伊细汉后生叫做瑞信，嘉平有2个孩子，孟荣因全家，上帝真疼咱的教会，嘛真疼嘉平因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全家几乎都是因着上帝的爱来进入到教会。教会能够有你们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单瑞信，等瑞信的坚信力，也是爱你们，好，请回座。
咱来吟圣诗215首，咱准备来修圣餐。圣诗215首。耶稣辛苦给咱放心，代表短袖，表个里不会老村，丢下生。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注意来听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今仔咬喙搭来羡慕伊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把助。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对保罗所讲的话。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有安尼提饼祝谢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逐摆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主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主要说，阮照你的教示，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阮纪念你伫十字架顶悬所成就极其奇妙的听，主用遮尔极贵重的方式，你洗清我的罪，你也互阮进入主你的光明的国度。主要说，你是基督，阮伫你的面前幸福，阮伫你的面前领受顶头生的活命。主要说，伫纪念你的时刻。阮照你的教示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求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也求你来到阮的中间，伫阮中间来主持这个圣餐。主通过你家己的手传授予所有的小会员，将这个饼甲杯放到你的囝儿查某囝的手中。主，你亲自来养饲阮，互阮甲主你同齐倒的时，阮的生命搁一摆。得到你所想属属天的开力，把助平安喜乐，愿主你甲阮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
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求吉长老甲书记长老来旁边。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姊妹，咱用祈祷，用感谢的心，咱做伙来共守圣餐。咱虽然未看见，但是主已经成就这个救恩的礼仪。伊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来用感谢，用祈祷，咱来听候，做伙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话名。主耶稣，我感谢你，无论是伫礼拜堂，无论是网络顶悬，叫老人伸出来领受主你，主你就进入伊的厝，甲因相甲伫地。无论是阮的身躯，无论阮的心神，阮做伙共守主你所设立的圣餐的道。主求你养赐阮，互阮有份伫主你的疼。主求你甲阮相甲伫地。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我们用安尼来纪念你。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你伫阮对敌的面前，为着阮白色献写。主你伫阮人生最的艰难困苦的中间，甲阮白色圣餐。主，这是何等的幸福！阮伫你面前领受你所赏赐阮属天的美娘，来养赐阮的灵魂。主耶稣，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敢有人无领受圣餐的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安尼来纪念伊。食安尼，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就用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英宏长老甲黄娟长老来旁边。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姊妹，咱用感恩的心祈祷，咱用感恩的心祈祷，咱恳求主通过这个圣餐，互咱更新咱甲伊的契约，互咱领受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吃做咱生命的活水泉。主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
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阮腰喙焦，主耶稣，阮腰喙焦，阮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耶稣你赏赐阮活命的水泉，也赏赐阮天日的玛纳，祝福阮会当领受你家己。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主耶稣，阮感谢你，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做伙来领受纪念伊。咱当心来祈祷，阮专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极大无比的疼，通过圣餐，互阮的灵魂得到食饱，互阮阁明白主耶稣无限长阔关心的疼，也通过这个礼仪，阮甲主耶稣基督，甲天顶的天父上帝、圣神上帝，三结连加做一体。主，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当阮领受这个圣餐，也表明阮的决志。将阮家己搁一摆献互你，求主你怜悯帮助阮，伫即个世间，互阮得胜，通荣耀你，甲你圣洁的交通，通赢过即个世间最最的因由，荣耀你的性命，直到主再来，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来准备奉献。
家请坐。咱今仔真欢喜建组惠玉甲常瑞因做伙倒来对宜兰倒来做礼拜，咱欢迎因倒来做伙做礼拜耶稣爱你们，请坐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祈祷，求天父上帝永远听，互咱的生命大有快乐。来用这诗歌来为着咱的亲人，为着咱的教会祈祷。愿咱的教会真做主听的记号。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在咱的心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心来祈祷，专修生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用你的听来医治、来充满、来扶持，互每一个信靠你的囝儿查某囝，阮的生命拢得到丰盛。主你听的灵踮伫阮的内底，当你的听运行的时，阮的生命就大有快乐，通听别人也听上帝。主，若毋是你圣神的帮助，阮实在是无够格。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也为着阮中间有个人患病燕交所，以及有人患病，特别是阮恳求主你保守照顾孙大哥，恳求天父上帝你赏赐你的恩惠，你的医治，你大管灵甲伊撒甲地地，祝福伊的身躯通恢复勇健，互伊的心神通得到上帝你充满迄种的快乐甲平安。至圣的天父上帝帮助孙大哥甲苏荣甲因的家庭，至圣的天父上帝也照顾每一个阮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咧恢复的过程顶悬，你的囝儿查某囝，主你赏赐奇妙的方式，互因伫主你的人面中间，通活出有快乐的生命。愿将阮的教会的世大长辈，阮的亲人交伫你的手中，祝福阮的长辈因的身躯有主你所赏赐的快乐。主，阮知影，阮年纪哪个天阮的身躯渐渐会衰烂。主总是恳求你怜悯帮助阮的时大甲长辈，每一天，主你赏赐因有够格的快乐，互因安稳自在，互因会当轻松，互因会当伫因家己的生活中间，不但照顾好家己，也会当经历到上帝你所祝福每一天的日子。主，阮将阮的教会交伫你的手中，愿你互即间教会成做你听的记号。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会当伫即个所在，毋免通过人的语言，因亲自对你领受，满满的听。主，阮伫你的面前唱即条诗歌，愿主即条诗歌响亮，互人世间侪人听见，互因伫孤单的时，因为即条歌通得到扶持。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恳求天父上帝照顾阿强，照顾佩荣，照顾陈兄弟正义，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伫因生日的日子，主你特别纪念伊。我们伫你的面前嘛，恳求主你祝福你的囝儿亚瑟，伊伫8月18，伊的生日到，恳求天父上帝祝福伊，互伊伫今年的生日开始，今年的生日开始，伊的灵魂的生日甲伊的肉体生日，拢得到上帝你的施恩赐福。至圣的天父上帝，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互因手捧上帝你救恩的杯，来领受上帝你所赏赐满满的主爱。我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现在这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愿主会听甲咱三个弟弟，耶稣听你这条歌真奇妙，Daniel 伊嘛咧学台语的这条歌，耶稣爱你，耶稣听你，Daniel 听咱逐礼拜安尼唱，爱真好奇，伊讲这要安怎只爱伊就甲改成甲啥物人讨迄个啥物人就甲翻译做白话字，互伊是好，咱愿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咱下面来只思维报告。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透早9点半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礼拜堂，查经班拜六透早9点到暗时7点半线上。圣港的活塞后礼拜四会请林安汝执事，领诗请陈一红长老，抒琴请陈慧安姐妹，书献交代请尤丽芬执事甲我本人，爱餐请郭伟林执事。新安宫读经表，咱照这顺序表来继续研修。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教会青年陈亚瑟决志领受献身礼，愿圣灵保守祝福，终生敬畏上帝。大家齐声祝福，做伙领受圣餐纪念主恩。第二，爱餐后要开8月份的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加。第三，8月16，今年的亚活礼拜要参访北部的宣教历史景点。报名到今日截止，请大家踊跃参加。第四，8月21到23，上午9点半到下晡5点，舒淇儿童营，请大家代祷，愿信心班章，互这个夜会成做社区的宣教。第五，咱为生日的继续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请大家家己看，然后错误的请会计人员做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身心欠安、庄人聚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代祷；第三，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有刘玉明、林义轩、刘玉君、陈恩君来代祷。以上，这是咱的吟上行圣诗499首，应光归神父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曾牧师教导。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弟弟，对这事到永远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灭道避讳。